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风台哈吉北，伫前2天扫过日本哦。日本有真侪所在雨量拢破纪录，嘛造成土石流、佮停电等等的灾情，交通嘛大乱。根据日本 NHK 的统计，到昨半暝哦，哈吉北风台已经造成31人死亡，180来人受伤，佮有14个人失踪。 搜救人员将负责人为厝顶吊起来，地面早就拢叫水淹去了。这款的救灾情形，在日本真侪所在拢看到。暗过嘛传出，福岛的相队员伫将人吊起来时阵，未记将负责人身躯的安全锁啊挂钩啊，互负责人为40公尺的空中摔落去，送病院了后不治死亡。 7月，一间养老院因附近的滑冰场崩塌，1楼回向引起228人大人，甲40位员工掉在内底。相关人员伫天黑之前，总算甲所有人救出来。按那伫东京的一间病院，嘛因为淹大水，3楼以下拢叫水引起，病人该人走向厝顶。1階の受付のカウンターまで行ってましたが、このぐらいは行ってると思いますよね。 食堂が全部水没して動かなくなってるみたいなんですね。はい。じゃあ患者さんは食べられなくなりますね。そうですね。はい。全日本拢总有21条河川崩塌，其余长野这地区拢淹大水，包括52万户拢停电，嘛有交通设施停止运作。 该当挖口人来引导，长野日本新干线列车机场开差不多新台票90亿起的120台车厢拢进跌水的，向行歹去，嘛冲击稳定。真侪民众想到水淹入去厝内情形，也是真惊吓。まあ2階にいれば大丈夫だなとちょっと甘い考えしたもん。ちょっと遅くなっちゃって、その時にもう避難しようかなと思った時にはもう水があっという間に来ました。現在も警察 消防、海上保安庁のみならず、自衛隊2万7000人も加わって救命・救助活動や安否不明者の捜索、避難誘導に全力で当たっているところですが。 13中道哈吉北已经变作温带低气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嘛成立紧急救灾小组全力救灾。14是日本国定假日体育之日3天假的最后一天，按过面对扫落来河源之路，又阁是另外一个考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要提醒中部以外观众朋友哦，出门爱加早一领外套，因为东北风真强，台湾北部这礼拜的天气拢较凉冷。来看上新的温度，因为东北风真强的关系，各地早暗天气会变甲较凉冷哦。因方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卖落雨，中南部是多云好天的天气，马祖跟台湾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的地区哦。 平湖、金门嘛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气温方面哦，北台湾温度会较降低，你是只剩27、28度，其他的地区哦温度嘛是伫29度到32度左右。继续过来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哦，伊伫之前哦，甲尼泊尔总理会谈，针对最近香港反送中跟美国批评新疆穆斯林问题的时阵，伊讲到任何人想要伫中国造成分裂，结果哦已经是粉身碎骨。另外，这礼拜的香港反送中运动，有民众甲4公尺悬的香港民主的女神像载到西雅山的山顶哦，要为香港人来加油。报道。 再来看，经过18个月谈判，美中贸易战暂时休困了。中国实行了要买400亿到5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哦，嘛同意要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美国嘛同意要暂停10月15开始新一波的报复性的关税。有学者是认为哦，虽然美中达成阶段性的协议，也毋过贸易战短期内底嘛是无法度完全结束。 经过1年多的谈判，美中贸易总算达成第1阶段贸易协议。中国答应采购400亿至500亿美金的美国农产品，美国也将暂停10月15号起调悬2500亿美金中国输美产品关税税率到30%的措施。 A tremendous deal for the farmers, a purchase of from $40 to $50 billion worth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We've come to a deal. Pretty much subject to getting it written,
It'll take probably 3 weeks, 4 weeks, or 5 weeks. As you know, we're 除了中国将买美国农产品之外，也同意开放金融服务市场。美国也将中国为汇率操纵国的名单除名，两国并且伫知识产权上也达成共识。虽然安尼，为了应应美中贸易战所带来冲击，台商近2年来的风险意识也得咧变强。除了将部分的产线刷回台湾，也南向东南亚、印度设厂，甚至前进美国。不再将投资全部集中伫中国，学者认为，就算是美中达成阶段性的协议，台商未停止搬离中国。目前什么采购农产品或者资本市场开放，这2个跟台商没有关系，所以美方除非他把关税降回去0，然后呢允诺一阵子不要加关税，那台商迁移的脚步才有可能重新思考。学者认为，包括美国对台军售、华为抵制。5G禁令，也是美国禁束中国企业上市的条件，拢可能也有变数。虽然美中贸易战暂时停止，不过第2也是未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接来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白宫请愿的网站10月初7日，有一个呼吁美国承认台湾是独立国家的请愿案。到昨下晡4点为止，已经有超过10万的人联署。按照规定，白宫必须要伫60天内底有所回应。咱的总统府嘛表示有注意到这项联署，表示尊重。再来看《自由时报》，行政院的主计总处是调查，2008年平均年所得是65万外，嘛是这几年来上济纪录。无满35岁平均年所得54万外，嘛是历史的新高。再来看《联合报》，国庆连续假期发生2件外送员机车车祸，造成2个人死亡。也毋过有媒体平台业者是讲，因甲外送员是亲眼的关系，无需要帮因来报劳健保，所以外送员若是发生事故，完全无一知的给付，劳动权益会使讲是完全无保障。再来看这个月初3，台中大硬铁厝火灾，造成2个消防人员过往。根据统计，为2011年到现在，已经有38位经义消因为拍火过身。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长伫立法院头前真济抗议因要求立法院伫今仔爱召开党权协商，赶紧来修订消防法。抢救消防员，修法拼3权，气温真悬，清朝几套的救火装备大大白布条写着历年消防员殉职名单。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今仔日伫立法院前静坐抗议，要求立法院修改消防法来保障消防员的权益。这个月初，台中的大硬火灾夺走了2名消防员的性命。去年4月伫汤圆的工厂大火，予2名消防员罹难。根据统计，8年来拢总有38名警义消殉职。因敦请立法院修法，并且立日予第一线人员会当经由专业判断，其实建立非常的黑笔权，甲主动提供相关资讯的资讯权，扩大甲调查非火灾轻不死亡的调查权。我们在要不要进去进行一些风险很高的抢救行动的时候，应该要回到现场指挥官的决定，让指挥官参考说哪一些部分其实是他要想到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机关、高风险的救灾行动的，那我就可以赋予你相对应的安全的这机制。在资讯权，不管是化灾或者是现场的配置上面，能够有很清楚的展现，让消防人员知道。对修消防法，内政部已经提出一份同意5月3号党团协商的建议版本内容。不过，迄当时4大党团并无共识，促进会质疑内政部安尼是以无正当的方式来修法，违背民意。可是上一次的协商里面，5月协商里面并没有任何党团有签字，所以那个根本不存在。消防署只是提建议的说明跟修正，但不能代表他们可以直接提出一个版本，因为这样等于是告诉4大党团说，行政机关已经有一个既定的成见，应该要这样子修。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绑架民意跟立法机关的一个状况。促进会以静坐行动呼吁定健全的法规保障，让会场出生入死的消防员在危险工作环境中会当有一个安心的依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过来的新闻，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维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启用1周年，伊伫致辞的时阵强调讲，这1年外的时间，全台湾拢正注意高雄，高雄是受到正大的重视。韩国瑜的国政顾问团嘛呼吁蔡英文总统赶紧的针对两岸政策来辩论。蔡总统是讲唔知对手是会赶紧啥物，伊嘛提醒韩国瑜对市政要有责任。只要有心人，应该都可以观察得到，
全台湾的重心不知不觉已经转到南台湾，而且转到高雄。维姆亚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启用1周年，高雄市长韩国瑜出席活动。地书时指出，回顾这10年，全台湾的焦点已经转移到高雄，同时学了维姆亚带予市民真侪音乐响应甲艺术表演。讲话中彰显高雄能见度，而且国庆连假4天，韩国瑜就3天伫高雄参加活动。南北都有跑，都有一些活动，都有一些拜访啊，有一些会谈啊等等。那是只要高雄这边有重要的活动，我还是会参加。敢若讲市政无爱讲请假拼选战，行比做文章。也过韩国瑜国政顾问团以国庆日提出的2花政策向蔡英文总统罗建贴，因为韩国瑜定定认为2花政策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而且有关经济发展，韩国瑜已经准备好，时间地点由民进党选，希望愈紧愈好，因为人民无时间再等咯。不知道他们在急什么了哈。那么到了11月，我们都去登记，正式成为候选人之后哦，按照规定，我们本来就是要进行辩论的哈。那我们本来就有机会辩论哈。那倒是韩国瑜市长哈，要注意一下，他还是民选的市长啊，对市政是有责任的哈，也千万不要回避议会对他的监督。韩国瑜定定直接对决亡国感，蔡总统是感叹回击，讲亡国的讲法是国民党插出来，这是无好的现象。近来也看到国民党的很多的言论都往这个方向来炒作这是一个不好的现象，这是一个政治的炒作。而对着韩国瑜这支民进党执政时欠缺道德、无欠缺电，蔡总统只是讲唔知伊安怎想的，无愿意来做回应。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地昨是以台湾民众党党主席的身份，甲东区台中市的第3选区立委参选人做伙来扫街拜票。针对民进党党主席窦英泰针对郭文地是讲伊用刀机的心理为家己的求生存。郭文地嘛批评讲，政党甲执政的目标放伫选举当选是目前台湾上大的问题。来到台艺市场，甲党籍立委参选人扫街。台北市长郭文定以民众党的主席身份启动复选的仪式，受到支持者的欢迎。选举中央嘛要走透透，郭文定希望以武家的态势来全力拼国会，而讲到民进党主席窦永泰批评，有人用刀击的心理，诋毁着家己来求生存的空间。郭文定言辞反击。大概整个执政只是目标，只是为了要当选，但从来不告诉我们当选以后要干什么。可是最麻烦的是，后来是把这个当选就变成一个最高的目标，那就合理化所有其他的行为，这是我目前在台湾看到最大的问题。郭文定回击，政党将执政的目标放伫拼选举，这是台湾上大的问题。而对窦永泰发出的10分保台口号，郭文定认为，民进党更加应该务实的帝国。对于保台这种保护台湾的方法，也许会有方法上的争议，就这样而已。但是问我的话啦，我觉得我还是觉得不应当把今天台湾所有的问题都简化成芒果干嘛。郭文定表示，民进党将之前的困境简化成为芒果干，应该用科学甲务实的方式来想办法。而面对共选可以对手洪慈庸，郭文定表示，选举就是政治议会，唔免想什么胜败，只要尽力去做就对啊。用行动来表达，全力争取国会施出的上大志。记者台中综合报道。总统府资政署名顶个月过身，署名教育基金会伫昨举办游行个追思会来纪念这位台独运动的大先辈哦。总统蔡英文嘛去现场颁发褒扬令。载着台湾独立建国的旗啊，游行队伍对台大校门口出发，一路骑向凯达吉兰大道追思会现场。而甲署名关系真亲的总统蔡英文也伫游行队伍到位了后，来到追思会致意。蔡英文强调，袂忘记署名对国家的期望，并且颁证褒扬令。独派大脑郭宽敏也指派办公室主任第3会所来致意。辜先他因为身体状况，他没有办法亲自出席，但是他交代我们基金会我们的所有同仁一同来出席。那偶一上他的理想，我们会接棒，会继续传承。一个人在100岁当中可以影响我们的老中青3代，我想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历史人物。随独派民间团体甲署名在死前的学界朋友，一在追思会来行礼致意。
对书会周边也有议题市集、加大都图书展览等活动，也有市民过去珍贵相片纪念品，为少支持大都民众，也带着规家来致意。书面会上是为着台湾安尼无私的奉献。台湾人若真正要出头天做主人，是爱学习到伊这种精神，真正牺牲奉献，毋是伫政治上伫遐斤斤计较家己的私利。市民基金会讲，希望借由甲传统无同的方式，为市民举办一场热烈的毕业典礼。未来也找适当的场所，规划市民纪念馆，唯一坚持大道的人生留下完整的记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庆假期，南投发生跋落水失踪的意外，有台南的游客去南投仁爱乡露营，其中一位40多岁查甫人跋落水底，找到的时阵已经过往了。救援人员伫溪坎来回搜索，也阁有抢水人员伫水中，就是为了要抢离黄金救援时间，赶紧找到失踪跋落水的查甫人。也毋过水流真急，要找到人真困难。救援人员用水话真无简单，到了对方伫石旁找到标伫遐的查甫人，也毋过已经无生命现象。12号下昼来自台南游客去南投仁爱乡红乡部落的铁皮轮水长路行，其中一名40多岁查甫人无细力跋落水，刚伫船屋失踪。掉到水里，那个王双把它卷下去的，就爬不上来了。那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瀑布下来，那人会被往池底里面带。那吸下去的话，一般没有专业的配备的话，是很难浮上来的。死者是61年厝细房的国小老师，家属表示，当时朋友也落水想要救人，也毋过水伤过错流，加上水墙往下骹冲颠倒被冲到对方受困，紧急打电话予消防队员。12号暗时救援脱困，也毋过跋落水的细房查甫人，伫13号被发现时已经卡伫石旁。当地民众表示，这虽然比俄罗斯先进，也毋过其实是真危险。这个暗流很多，我们希望游客来到我们这个仁爱乡红乡部落铁饼瀑布的时候，尽量不要靠近水边，因为这个石头也是很滑。当地民众讲，铁壁轮水墙海拔大约1300公尺，水墙溪水清，冷现蓝色，加上黄铜色的干壁山坎，吸引未少民众来佚佗。也毋过水流真强，加上多变化，也是避免落水较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同款是去佚佗发生意外，一名高雄的民众伫10月12日去新竹县的司马库斯爬山哦，其中一位70岁老大人爬到3.5公里的所在，无注意去爬落去将近10公尺深的坎仔底，新竹县警察局接到报案，赶紧去救人，好佳在平安甲人救出来。画面中会使看到警方甲当地民众在足歹行过滑山路当中，用人力方式跟着病患，行了差不多7公里的路程，足不简单，才甲病患送到救护车会使到达的所在，顺利甲伤者送病院。由山上再运下来走，这个路程哦，都是采用人工的方式哦，没有任何机械可以代替，大家轮流背着担架，然后在崎岖的山路。都必须要用人员在那旁边托付着这样一路将人员安全的送达那个登山口。救护人员指出，由于伤者头壳受伤严重，现场火流袂停，差不多已经出现昏迷的状况。好佳在第一时间就把伤者紧急送落山，目前伤者经过紧急抢救了后，已经在恢复当中。查他的伤势，他是后脑勺有大概10×1公分的撕裂伤。然后他因为他说表示他脊椎有开过刀嘛，然后他还表示他腰部会疼痛，然后呼吸的时候胸口也会疼痛。警方提醒爬山的民众，爬山前一定要做好准备，包括天气、路况甲装备。上重要是唔通屈强，体力若是袂堪的，千万唔通往山顶走，以免发生危险。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前2天，伫高雄的大树有一只红仔红蛋伫内之园，规身躯拢是叶啊，佮高叶。伊倒栽的栽大，佮还袂大哦，应该是刚出世无几天，因为血压真低哦，目前佮佮加护病房的观察。查某红仔安稳困伫个病床内面，当咧加护病房观察，因为伊才出世无几天，就被等伫个内之园内面。12号接近中昼时阵，住伫大树区的民众伫家己厝后门的内之园发现，涂骹倒着这名红仔，赶紧报警。可能了有甲冻着，伊才佫哀出来啦。已经迄个哀已经敢若像迄很累的那种鸟啊叫的那种声音啊。
红个仔只有用一领有无爱的衫包起来，身上阁有叶仔含到遐。送医了后，发现皮肤有真侪位小可刮伤，再大还未完全大，严化是这2天出事。脐带的长度是已经有超过10公分了哈，那跟我们一般在医院处理的大概都是在2公分以内，那种整齐的伤口，那用夹子夹住嘛。那显然可以研判，他这个不是在医院处理，可能是在家自行处理的。还是希望能够父母亲赶快跟我们联系，然后有任何困难的时候就可以用一些资源来提供协助，让孩子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住伫家护病班红个仔除了血压较低，其他的健康状况袂歹。社会局呼吁家属爱出面，负起照顾囡仔责任。若是有抚养的困难，会当向社会局求助。记者李小燕、柯庆准高雄报道。体育大车拼，咱来看中华职棒总冠军的比赛。中信兄弟来美国桃园昨暗伫桃园球场拍冠军赛的第2场比赛，结果中信兄弟头一局就摕到10分，最后是以13比0赢球。不过冠军赛是1比1平手。再来看台湾体操选手李智凯顶礼拜伫体操世界锦标赛摕到银牌，是台湾头一位连续2届伫世锦赛拢摕到奖牌选手。另外，台湾的步阵路的女子选手黄小文伫世界锦标赛嘛摕到54公斤级的金牌。阁有啥物体育大消息，咱做回来了解。确定赢台湾拍拳的女将黄小文情绪真激动。伫咧俄罗斯乌兰乌德举行的女子拳击世锦赛，黄小文伫咧54公斤量级的金牌战，面对法国选手卡鲁维利尔，整个比赛伊是拍了真稳。小连线骨力拳拢上准对手的面，黄小文177公分悬，靠身材优势，伊和对手的距离又互开。最后黄小文就以4比1拍败对手，摕到生涯头一面世锦赛金牌。即阵也伫咧参加世锦赛的，也阁有咱的体操选手李智凯，伊伫咧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2019年体操世锦赛暗美决赛中，伊是搁一届甲伊上强的汤马斯回旋顶出来，最后以总分15.433摕到银牌。李智凯成做咱台湾头一位连续2届伫咧世锦赛摕到奖牌的选手，不过单杠选手陈家宏伫咧决赛出赛排第8，和奖牌无缘。第一纪录的也阁有伊朗开放女性入来球场看骹球赛，伊朗伫咧家己的主场迎战来访的甘波济。这是2022世界杯骹球赛亚洲区资格赛，观众席顶悬有真侪女性球迷替国家队加油的场面。这也是伊朗女性40年来头一届入来球场，唔免烦恼会违法或者是去红掠。今年3月份，有一个女性的球迷打扮做查甫人入来球场看比赛，结果去互掠到，因为伊天的球队球衫是蓝色的，又搁去互称作是蓝色查某囡仔。不过最后伊去互判刑6个月，伊怎伫咧法院的门口口抗议，而且放火烧家己，最后过身。这也互国际骹球总会勒令伊朗政府一定要允准查某人入来。加在后来伊朗选择妥协。香港反送中争议是拖到体育赛事，因为美国职拿 NBA 休斯顿火箭的总经理莫雷对咧 Twitter 发文讲挺香港，结果引发风波。不过 NBA 总裁拒绝向中国回释咧。We are not apologizing for Daryl exercising his freedom of expression. 唔那安尼，车站伫咧日本举行的热身赛，赛后记者会，火箭的球星 James Harden 也个 Russell Westbrook 去互 CNN 记者问到，对最近 NBA 和中国争议的看法的时，才去互火箭的公关插话。The NBA has always been a league that prides itself on its player and its coaches being able to speak out openly about political and societal affairs. I just wonder, after the events of this week and the fallout we've seen, whether you would both feel differently about speaking out in that way in future. NBA 官方随后也针对这件代志发表声明，向 CNN 的记者回释咧，而且强调这和 NBA 进行的媒体活动方式无同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欧洲有真侪都市有几千个库德族人因为不满土耳其攻击叙利亚的库德族上街头去抗议。叙利亚东北部的库德族民兵嘛表示，恐怖组织 IS 恐惊又搁出现了。伫德国科隆，超过1万名库德族人行上街路游行，因举着旗仔、画口号，提出真大布条。一寡人叫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是恐怖分子。12号，欧洲最城市的库德族人以和平示威，抗议土耳其攻打叙利亚库德族。法国巴黎、德国柏林拢有几若千人，希腊雅典将近2000人行上街路。叙利亚2座城市特尔阿布亚德甲拉斯埃恩已经有几若千人走出来了。
另外，一座城镇卡米什里发生汽车炸弹攻击，造成死伤，其中包括8死。也有一座关押伊斯兰国 IS 战士的监狱外口发生汽车炸弹爆炸，有 IS 战士来逃走。联合国估计已经有超过10万名可敌族人变做难民。这拢是土耳其伫9号展开对叙利亚边境地区可敌族游击队的攻击了后所发生的。更加让人烦恼的是，伊斯兰国敢若国强要来恢复咯。يهدد بانتعاش داعش بل أنعشها ونشطت خلاياها في قامشلو والحسكة وكل المناطق الأخرى. ما زلنا إلى الآن نتعاون مع التحالف الدولي لمحاربة داعش. 法国、德国昨日停止卖武器予土耳其，并且警告安卡拉当局出兵叙利亚东北，并且攻打可敌族战士，已经对欧洲安全造成威胁。美国总统川普在华府继续为家己向宣布撤军的决策辩护，同时佫批准对土耳其经济制裁，并且警告土耳其上好卖伤超过。而土耳其对此回应无伫惊，并且强调无什么人会用拖倒土耳其的经济。 If Turkey does something that they shouldn't be doing, we will put on sanctions. 可敌族武装团体叙利亚民主力量过去几年来一直是美国打击 IS 上可靠也是上界重要盟友，因为土耳其该看作是恐怖叛乱分子，烦恼甲土耳其可敌族合流来制造分裂，所以讲进入境界。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美国的恐怖电影《小偷》啊，唔那票房真好，嘛得到威尼斯影展的金狮奖哦。也毋过因为电影有暴力的画面，角色嘛真黑暗、真悲观哦，所以电影是限制级的。为了避免造成模仿，最近伫纽约电影节放映的时阵哦，戏院外面阁有警察来进行安全检查。 Can you please stop bothering my kid? Sorry. 电影《小偷》伫北美4374间戏院播送的第一礼拜票房收入，创下10月首映的北美首部票房纪录，制作预算5500万美金已经回本，佮超过去年同期电影《民毒》创下8000万美金的纪录。这出电影已经伫9月摕到威尼斯影展的最高影务金狮奖。This is the last time we'll be meeting. You don't listen, do you? You just ask the same questions every week. How's your job? Are you having any negative thoughts? All I have are negative thoughts. 小偷讲的是一个想要让人快乐的人，你是做小偷，暗时表演搭嘴角，毋过毋管伊安怎拍拼，拢无得到认同，直向霸凌、无公平对待了后，内情压力爆发出来。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and told people I was going to be a comedian, everyone laughed at me. Well, no one's laughing now. You can say that again, pal. 初日纽約電影節播送進前，部分戲院部署警力，大告是禁止變裝，進入戲院要接受安檢，期內警告嘛大兵。 No backpacks allowed, no masks, no costumes. 有这款的防范措施，是因为2010年伫科罗拉多奥罗拉电影院，伫半暝播送《Batman》的电影时阵，所发生枪击案，造成12个人死亡。迄当时枪手就讲家己是小偷。伫代志发生了后，包括受难者家属、真侪评论，拢将问题指向电影中经典的歹人小偷，认为这小偷引发的模仿。 即嘛以小偷为主角电影播送，搁互美国民众真敏感。电影播送之前，部分受难者家属嘛表达关心。For my whole life, I didn't know if I even really existed. But I do. And people are starting to notice. 因为敢若真的犯罪情形，小偷向问题压级的限制级电影，也就是还未满17岁，要有父母陪伊看。虽然安尼，伫全球票房的头一礼拜，还是创下2.34亿美金的好成绩。小偷即马会当是笑嗨嗨咯。记者综合报道。 为了要了解空气中有染物的成分，环保署是委托中央大学环工所的团队来分析 PM2.5的化学成分哦。结果伫邦加站验出有塑化剂成分，也毋过污染源到底是为地来的，佫需要进一步来调查。民众哪来哪关心 PM2.5 对健康危害？国内 PM2.5 的成分大部分是以硫酸盐甲有机碳为主。 为了进一步将更较细致化学成分，环保署委托中央大学环工所教授李宗潮团队，结果发现伫邦桥站有检出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也就是塑化剂的成分。这塑化剂的浓度，它的量因为是相当的低啦。污染源这个部分不太容易，它是很多种不同的污染源，然后排完以后飘在空气中，那被我们采样得到的。研究团队经全台北中南东拢总6站空气测站，逐工进行采样，分析2017年底到2018年11月期间的资料，除了检出塑化剂，也发现伫冬季 PM2.5的浓度由北到南渐渐增加，污点源的占比也无同。以棒桥站交通空污贡献较大，伫小港站是显示较受工业污染的影响。至于 PM2.5验出的淡薄仔塑化剂，环保署推测是甲大量使用塑胶制品有关系。因为我们塑化制品的一个使用非常的一个普遍哦，那这也是我们知道说它可能会流布在我们环境中，那在空气中也会占有一定的这个数量。环保署表示，即摆头一届检出有塑化剂成分，也毋过伊的确实来源甲敢是会影响健康，拢有待进一步的调查。目前塑化剂伫水中、土壤甲空气中拢有检出。塑胶制品的泛滥，主妇联盟台中分会呼吁，专门应该为源头减少塑胶制品的使用量。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桃园的消防员自费到马来西亚参加野地救护比赛哦，头一遍参加就打败新加坡、泰国跟马来西亚等队伍，摕到国际组的冠军哦。为着要准备比赛，因除了练习技术，嘛拼命学英文，咱做伙来了解。Paramedic, yes. 挂着奖牌，摕到冠军奖杯，为国争光，那位消防员真欢喜。历经因自费去马来西亚，头一摆参加野地救护比赛，就打败来自新加坡、泰国甲马来西亚队伍，得到国际组的冠军。它是野外的，跟一般我们在城市间的一些救护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你在有限的东西帮助这个患者可以得到更好的治疗。甲社区救护上大的不同，野地救护需要就地取材。比赛前，队员特别找来德国啊树皮，练习制作炭架。也毋过比赛时阵，因为无树皮，只好改用现有的雨伞加三角巾制作炭架。我们旁边就有一棵树，然后我本来要割，结果我看树已经没有树皮了，后来是三角巾还够。要拿的是可能竹竿来做固定，然后还要爬，想到上下爬坡的一些问题。参赛人需要伫真歹的环境、有限的时间甲资源之下，精准判断包括多抓家庭伤、脚也是手断去、搬运等各项救护专业处理，拢是脑力体力大考验。当然，除了专业技能，也都爱勤练英文。英文比较好的学妹教我说怎么去把这些平常很熟悉的技能变成英文的一些评估方法，这样子。这场国际野地救护比赛，台湾消防员唔但是展现专业，也将所有的救护技巧砸到国际舞台，甲其他国家互相交流，也互世界看到了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婚礼的好买，有3个社区的士大人做伙合作，甲社区的大庙指婚师，佮有当地特产土豆粿哦，变成布袋戏内面的剧情来宣传反家庭暴力。老大人家己编剧，家己人布袋戏，实在是真趣味，咱嘛做伙来欣赏。戏台顶一出布袋戏演甲真闹热，搬戏的是婚姻好买3个社区的老大人，因做伙上剧本，做伙演出。这出布袋戏的主角，互孙仔拍，煞唔敢对外人讲。后来经过指婚师新明的指点，孙仔才向阿公来回息的。这出戏的主题结合社区的特色，宣传反对家庭暴力。啊，恁练安尼练偌久？练短啊，才有1礼拜啦，因为每一礼拜来一届安尼啦。出来安尼，大家做伙共下开讲、放下，安真好啦。其实教那个阿公阿嬷玩布袋戏是不难的，因为我们希望把很趣味的东西加入到社区里面，让他们玩得开心。那其实他们玩得越开心的话，他们就会呼朋引伴来到这个社区。
云林虎尾镇的内内、缺头也有行中3个社区，是云林县第1个社区小基金计划的成员。3个社区分享资源，合作求进步。 3个社区结合起来，运用因的资源共享，来推动着咱这个照顾的业务吼。地方的大庙也有特色的食食土豆粿，拢变作是剧情的一部分。社区的长辈搬起来特别熟悉，搬布地戏来联络感情，过程嘛真深熟。居民做伙来，社区斗阵拼，幸福就伫遮。记者综合报道。 再来看中华鹿港有一尊用纸做上100年的妈祖婆哦，伊并无固定的公庙，每年是抽签抽炉主伫厝里来奉祀。有一阵社区的妈妈嘛以纸妈祖来编舞，伊嘛佮家己做道具，甲妈祖做伙出巡，来感谢妈祖婆对地方的保庇。 头伫古水的纸帽仔，手提龟线来跳舞。中华鹿港鸡尾社区的妈妈王艺珍，以鸡尾里天上圣庙做主题，摆出锣鼓阵势，设计精彩的舞蹈，甚至家己做道具。这么隆重，就是为了要参与纸妈祖游行活动。那就用我们人去装扮，那我们要呈现纸妈祖的精神。 所以我们的头套啦，一些道具，我们都尽量用纸雕的艺术去把它呈现。那时候由我们自己制作阵头的路线。那这个阵头路线呢，我们又要有别于一般我们外面看到的阵头，所以我们就创立自己的一些舞步，还有点像创新的阵头。鸡尾里的天上圣庙，为头到尾拢是用纸做的，已经有上100年的历史。伊无固定的宫庙，但是由炉主奉祀伫咧处理。 鸡尾社区的妈妈会做艺阵，都是为了要敬奉这尊纸妈祖，感谢伊保庇地方。对里纸妈祖，它已经是在街尾里存在100年的历史文化，只是说外地人也不太晓得有这尊纸妈祖的神尊。所以说借由这个活动来呈现这纸妈祖的一些这个阵头。 社区居民真注重这边的活动，虽然练习艰苦，不过真欢喜。要等现因1个月来练习的成果，用上大的信心甲创意敬奉神明，甲鸡尾里100年纸妈祖的文化传落去。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屏东的盐埔乡蝶仔花是大开，社区发展协会嘛研究真侪蝶仔花相关的产品哦，有食的有用的，嘛特别用心来包装哦，希望会使增加蝶仔花愈较侪价值。每年的5月到11月是野花开的季节，屏东盐埔乡种野花面积是全台湾上快，产量嘛占咱台湾的7成。5年前，新威社区把野花当作是社区产业发展的主力。 开始甲花农收花，研发野花保养品。这个野姜花瓣对咱的小农来讲是无碍物件，咱为着要互咱的小农有搁加一层的迄种收入，所以讲咱就怎将伊这个野姜花瓣咱甲撒起来做研发着，来萃取着咱的高科技的物件。 新威社区所研发的野花系列产品，有面目、顺路、东望水等等，互原地平价野花产生高附加价值。最近这2年，佮摕去台北的商店卖，增加社区的收入，嘛解决农民的困境。迄个推广出去的话，当然是比我们现在采花还要多很多倍的那个收入啊。用低经济作物来做高经济价值的产业。 为着要让消费者来买，新威社区今年佮改良产品的包装，设计手干的礼盒仔，每年按算开发鱼丸、水饺等等的食物，佮要推出野花起锅、芳水这寡新产品，希望会当甲在地农村的好米推广，互佮较侪人知影。记者综合报道。 要食高桃啊，气味哦，无一定爱食进口的，咱台湾家己嘛有种。伫南投信义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高山哦，种出来高桃啊，大粒又搁甜哦。这种在长红的水果哦，一点仔拢袂输进口的。
园里的边仔顶kiwi生甲真高，也就是高桃啊。正伫咧南投信义乡海拔1300公尺以上的高山，逐礼拜粒头拢真大。以往就是 kiwi 敢若有进口的，民众头一摆伫台湾看到栽赃红的高桃啊，感觉相当的新奇，兴奋。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奇异果，在台湾种的那个感觉非常不一样。栽种的一个面积看起来是适合我们在地这边的一个高海拔来种植。如果达到适当的一个栽种的一个面积来讲的话，我们农会也会给予适当的一个辅导这几冬来，南投信义乡的农民种几万分的 kiwi， 农民也无上种高桃啊3冬，产量已经渐渐稳定，会当量产。伊讲，希望当地农民大家做伙拼，建立信义 kiwi 的市场。会当种较济咧，产量较有，讲起来讲无市面嘛较有拼头，拼一寡讲看会较突出无共款的，咱就是大家合作来开发是上好。大部分拢纽西兰、甲意大利、甲中国咧生产嘛，但是你外销的猕猴桃，因为糖度6%6度伊就爱采收啊，所以其实甲咱台湾市场拢爱去等于甲新界甲邻国客都会为后手嘛。但是咱在地就是可以在地生产、在地采收啦，所以咱的风味在台湾生产有这个优势啦。台湾高桃啊种植的面积无大，这几年来有豆豆啊增加的现象。去年全台湾大约是12公顷。专家指出，产量少会当往有路的农业来发展，在地生产的 kiwi 唔免像进口的需要长度的运送，栽赃红的口感特别香甜。记者综合报道。要带观众朋友来看一位化工原料行第3代的陈碧贤哦，伊为了希望化学会使生活化，成立一个数位平台，用轻松趣味的方式，甲一寡困难的化学知识重新来解说，希望大家会使了解化学甲咱生活的关系。2014年，陈碧贤成立 Life 生活化学，用轻松笑快的方式，把化学的知识翻译变做真好看的图文故事，讲互一般的人来听。咱的团队呢，其实人无济啊，不过阮拢足活泼的，所以阮就想要设计遮的化学的产品是大家在厝的内底会当家己做遮的实验，互伊感觉讲，其实化学毋是讲咱所想遐恐怖，其实化学会当在厝的家己去算。要改变社会大众的想法，陈碧贤甲团队设计真济好耍的手工课程，透过亲身的体验，互大家有兴趣。嘛算做一个科学媒体啦，阮袂当讲乱写无正确的化学原理，所以阮拢爱去找款参考资料啊，甲国外迄款科学网站内底正确的化学原理。陈碧贤的本身是教育甲分享生活当中的化学知识，想要甲美学甲化学来做结合，而且保持着好闲的心，毋但互家己进步，嘛对别人有利益。希望讲会当甲社会大众做伙来找找这个新式的世界，相信大家拢会当变做生活化学的高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位伫巴尔干半岛的蒙特内哥罗，当地有一桩历史非常久的橄榄树哦，科学家判断应该有2250年哦，可能是全球年岁上大的橄榄树之一。伫咧蒙特内哥罗东南边，挖近亚得里亚海的巴尔区，气候石牌微调，位伫咧中的，就是将有历史的老橄榄树。当地人拢叫伊斯塔拉马斯林娜。根据当地人流传真久的传说，这丛树身有10公尺宽的老橄榄树，还有一个重要的禁忌。U suštini svetilište bara bila svih ovih vjekova i oko nje su okupljali, postojao je zavjet, odnosno obraćanje svim mlađim žiteljima da ne smiju ni list otkinuti, kao ni što drugo sa nje, jer će porodicu snaći prokletstvo. 对这丛老橄榄树实际的年岁，大家讲法拢无共款。一直到4年前，土耳其伊坦堡的专家亲身来遮采集样本进行化验，证实这丛老橄榄树的实际年岁已经比耶稣更较老，因为到今年伊已经有2244年的历史啊，是全欧洲甚至全世界年岁上老的一丛老橄榄树。I potvrdilo se da je ova maslina najstarija na našem području, odnosno da je najstarija među tim utvrđivanim i da prema tim procjenama
danas ima 2244 godine. 这丛老橄榄树，即阵已经要活2250岁啊，中也阁捌发生过火灾，特殊半边的树身去互烧了了。不过马斯琳娜的树蛙到大也阁会使生出橄榄，而且阁会使做成橄榄油，生命力会使讲是真旺盛。2016年，英国查尔斯王子来蒙特内哥罗拜访的时阵，就摕到一罐由马斯琳娜结出来的橄榄所做成的橄榄油。 Znači od stabla koje je starije od Hrista značajno 2244 godine, proizveli smo ulje, dobili smo hranu. Možete da zamislite sad što to znači kad imate hranu od biljke koja je stara više od 2 milenijuma. 当地居民表示，马斯琳娜这丛老橄榄树资本属于私人的产物。二战期间，伫咧蒙地内哥罗去互意大利占领，迄当时意大利人想要把这丛老树买落来，而且运起意大利证，结果去互地主拒绝。伫咧二战了后，1957年，当局将马斯琳娜交予做橄榄油公司来经营生产橄榄油，一直到2003年，才佮把所有权转予巴尔奇的文化中心来做自然保护区。过去几个世纪以来，当地民众踮伫咧这丛老橄榄树骹举行婚礼，希望会使带来幸福甲财富，也有不少人来到这调解家庭的纷争。马斯琳娜已经成做居民上界重要的精神寄托，未来也希望继续做守护神的角色，见证当地世代的交替也有成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澳洲一间幼儿园哦，学校甲塑胶做的佚佗物啊，全部拢单调改用手机、食物、佮石头这种自然的物件来制作小朋友的佚佗物啊，希望小朋友自细汉就会使了解环保佮自然的重要。行出教室，坐伫花园，小朋友学涂、捡石头，有人真欢喜地开讲。 I like the gum nuts and the trapeze. There's a water walk where water comes out, and there's a hole that's where the water comes out. Okay, and what else happens in the garden? There's a rock that shoots out water. 有人伫路公梅处流动，规身躯乌索索，嘛袂要紧。 What we found was that children were actually not touching it. We might use a stick to touch the mud, or we were very stressed if our plants got dirty. So we really wanted to challenge them and take them out of their comfort zone. And now we want them to have a sense of freedom in nature, that they can just launch in there and have a good time. 这是澳洲墨尔本一间由社区运作的幼稚园，原本是废弃工厂，即马改造教育场所。更较特别的是，内底无传统的塑胶做的佚佗物啊，或者是塑料的游乐器材，改用手机甲石头当做活教材，囡仔都加一个想法，才会当耍。Really getting children to connect with their imaginations, how to play together in an equitable space. So if I put trucks out there, I know who's going to play with those trucks. 在这款的教育方式之下，囡仔学到的是新的感受，亲像大自然可能无好看，冷叽叽、淡落落。 这拢能帮助囡仔自我调节。伫外口佚佗嘛，较袂有性别的固定印象，亲像认为查甫囡仔都应该耍大卡车，查甫囡仔应该耍红仔，因为游戏应该是大范围的语言技巧、能力发展、甲大动作的发展。目前这社区的在地人真欢喜看到囡仔以这款方式活近大自然，并希望这款形态幼稚园加开几间，加一寡树仔甲花，嘛会当好好对待大自然。记者综合报道。 海洋塑胶本色是海洋生态上大威胁。有一个荷兰的少年囡仔斯拉特，伊伫8年前发展出海洋起定器哦，要来处理海洋的本色。这套系统伫今年的6月嘛伫太平洋来使用，第一批海洋塑胶本色嘛已经送回来了，效果阁袂歹。 伫咧美国加州也有夏威夷之间的太平洋粪扫带，汇集差不多1条8000亿塑胶粪扫，也有碎片，洋流就亲像输送带，一直甲铺伫咧海面的粪扫送过来。即阵面积发展超过160万平方公里，比44个台湾也搁较大。准讲要用船仔来拼，上无爱用8万年的时间，这粪扫量是非常的惊人。荷兰非政府组织海洋清洁基金会今年热天出动一个合作系统控控1海洋吸尘器，600公尺长。 U2型的浮漂做围栏，大范围甲粪扫拢集中好做伙，即阵已经甲头一批粪扫送到转来。 And it's the first time actually anyone harvests plastic from the Great Pacific Garbage Patch, from these giant, abundant fishing nets, all the way down to the microplastic range. So we think we can actually clean the oceans.
bottles, crates, all the way down to fragments of what, of course, used to be large objects. Over many decades, it fragments down to smaller and smaller pieces, and then gets to these pieces that are so small that they can easily be ingested by marine life. 这个海洋吸尘器的想法是25岁荷兰青年斯拉特伊的创意。伊自细汉就下定决心要来拼海洋本色。后来伫咧大学伊要读完，伊用身上300欧元创立基金会，开始研发海洋吸尘器的原理，就是用浮漂围栏来做一段虚拟的海岸线，利用风力、海影，也佮有洋流3种自然力量来塞。围栏下底也佮吊一个3公尺深的棍边，佮较会使互这细细地的塑胶片仔围掉咧。啊，棍边也创造一个下沉的水流，互生物会使为下底通过，袂去受影响。啊，中段的棍边也比两边搁较长，阻力会互围栏自然加做一个 U 字形。海洋自然的动力也会互这围栏自动飘向本色上界集中，也佮有上界多的区域。Fitted with solar-powered lights, anti-collision systems, cameras, sensors, and satellite antennas, the system actively communicates its position at all times and continuously gathers performance data. 大船会定期来遮甲围栏内底的杂物仔载走，就亲像是一只海洋粪扫车。啊，遮的塑胶粪扫运起来了后，会搁再做成其他环保产品，卖出去的利润会继续用来做海洋清洁的工作。啊，其实这套系统伫咧1年前拄测试的时阵是完全无法度收集粪扫，也搁去互风影吹歹去，暂停进行调整。后来伫咧前方设一个降落的线顶，减少线顶动的速度，到呾已经会使伫咧海上作业。基金会准备投入60套系统。望未来5年内，会使甲太平洋一半的塑胶粪扫拢清掉。啊，即阵斯拉特也搁伫咧设计新的系统，希望会使用搁较紧的速度，甲海洋粪扫全部拼好完。记者综合报道。做伙来看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9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环岛地区上低23度，上悬3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